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：劝人做好代，较赢食早知。真侪乡亲时代伫厝内修行、念经、食菜，要甲厝内人做功德。毋过，若是哪食菜，哪咧骹食后讲人用话，就无睬伊食菜的心神。较事家己做善事，也是鼓励人做好代志，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别人，对这个世间总是真好的代志。常常劝人做好代，甚至家己做好代，我想生命嘛会甲你保庇。安尼你拢咧帮赞别人，较赢逐工食早知，得求生命保庇咧。以上感谢收听。